4年級轉眼就完。暑假之後，小朋友就係小5學生啦。呈分試嘅戰火其實由呢個暑假已經悄悄點燃。成日有家長問我，黃老師暑假想幫小朋友準備成分試中文科，應該由邊方面入手？作為前小學老師，我好清楚4年級升5年級嘅同學喺閱讀理解同埋作文上面會面對點樣嘅升級挑戰。趁暑假仲有時間，同大家分享幾個準備方向。閱讀理解方面要認識文章體裁，4年級嘅閱讀理解以記敘文為主，但5年級成分試嘅文章體裁會突然多咗好多。同學要開始熟悉以下幾種問題：一、描寫文着重感官描寫；二、說明文着重說明手法，例如舉例、數字、引用、比較；三、議論文小5開始接觸，要有立場、論點、論據；四、古詩文有部分學校會考。暑假建議大家可以預習新學年課文，叫小朋友試下分辨呢一篇係咩問題，習慣咗考試嘅時候一睇就知點樣應對。下條片同大家講下5年級閱讀理解題型。再見。